台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国道3号就北苗栗通霄的路段发生着惊险的车祸，一台拖板车要来超车，煞失去着控制，弄着头前的货柜车，害人这台货柜车冰摊起启动分隔岛的护栏，这个车身甲涂骹面大力来烧路。 露出着大量的火星，啊！这车祸的瞬间是互人看到真惊狂。啊，后壁佫对一台轿车加载，轿车的驾驶反应真紧，赶紧来打挡啊，才来撇开一场的危机。国道上拖板车敢若想要超车，无细意弄到头前的货柜车，货柜车对外侧车道偏起内车道。 货柜车连啊失控变过，弄到中央分隔岛的护栏喷出大量的火星，画面真惊人。车祸发生第24号暗时10点外，国道3号上北苗栗通霄路段，货柜车变过了后，造成后壁塞车，救护人员忙一寡时间才接触到伤者。 救护人员紧靠着要穿越路肩绕过去，才能接触患者。当然，救护车嘛，互路中的货柜车挡掉咧，赶紧找支援。指挥中心要加派救护车从通霄的出口逆向过来支援啊。加载轰弄着的货柜车驾驶意识真清楚，敢若头壳留着伤，送病了后伤势无真严重。车祸过程拢互后壁车辆的行车记录器翕落来。加载后壁这位驾驶反应真紧，赶紧打挡啊，才无轰弄着。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